来看高雄市的假山，阁有台南市的南西，将暗到今仔透早是连续发生4届的地震。气象署指出讲，这是菲律宾海板地甲欧亚板地烧融造成的。但另外，拢是今年1月2日大埔地震的地震尾哦，后续嘛有可能会阁有地震尾，所以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11暗时11点外，台南市南西区一间人家厝内底，外面内底原地平静的树啊，凶害一个，了后就开始摇啊。高雄市假山11暗时10点49分开始，连续发生3届地震，上大规模4.7，上大震度4级。到12透早4点24分，台南市南西区嘛发生规模4个地震，上大震度伫台南是4级。这4届地震深度拢无到9公里，拢是极浅层的地震。南西民众年初才受到地震的影响，即嘛搁拄到地震，也是真惊吓。地震惊啊，拢吵到哔哔喘呢。我伫南西菜市吼，地震一个，来到这里，地震我惊死。在今天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，又发生一次地震，也是震央是在我们南西正南西区，这一次也是被震醒，震央在南西。那个是上下摇，大家真的有一些老人就已经睡不安稳，又被吓醒了。他们都说，真的脚都不自觉，就是要往外跑了。这样。中央气象署表示，假山地震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互相相吸造成的。咱若12透早南西的地震，是属于年初大埔地震尾属地内底。那第2起地震的话，因为它的影响较大，所以我们有对嘉义县市跟台南市发国安级警报。可以看到正央这个附近这个地方，它受到向北雨末的那个力量，跟欧亚板块向东雨末这个2股力量互相的拉扯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是相当的复杂且脆弱的哦。气象署提醒，假山地震的地震中心地质的条件较复杂、较脆弱，后续阁有应力的调整，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较细的地震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